我哋平時成日都戴住機聽歌，好耐都冇留意呢啲雀仔聲同埋風聲啊！原來呢啲聲音可以咁動聽㗎？係啊，你知唔知好多音樂嘅靈感都係嚟自大自然㗎？真係啊，有冇例子啊？梗係好多啦。例如法國作曲家聖桑創作嘅《動物狂歡節》，呢首作品用音樂生動咁描繪咗10幾種動物嘅樣子、動作同埋聲音。佢用弦樂同鋼琴嘅低音模仿威風凜凜嘅獅子王，又用鋼琴飛快嘅音階模仿喺草原狂奔嘅野驢，仲有用大提琴模仿天鵝優美咁喺湖上游泳。原來音樂可以咁生動咁樣描繪動物㗎？唔單止係動物啊，仲有好多樂曲都係模仿我哋周圍環境嘅聲音㗎。意大利作曲家維亞蒂創作咗4季，4季由4部小提琴協奏曲組成，每部代表一個季節。佢用小提琴模仿咗春天嘅鳥鳴、夏天嘅暴風雨、描繪咗秋天豐收嘅喜悅，同埋冬天嘅寒冷。原來大自然可以給予我哋創作音樂嘅靈感。冇錯，我哋唔單止要多啲聆聽大自然嘅聲音，仲要愛護環境，令呢啲美妙嘅聲音永遠存在。